来，嘛来讲张 A 嘅事，张 A 嘅事，佛教嘅事啊。这个时间本讲人无mindful本无啊，舀水少春有在，当也着水在，当着冷在，揽着头壳有在，你冷落的这个落在，你看你心紧张病，家己来啊，你唔使用力，伊家己 automatic 常常你看病病，然后你直关，搞到自己你真大热，真闲了。安尼正啲病，安尼后面佛教是你未黑穿，你困，多去栽，突唔栽困了，困起啊栽，哦，真正爽，大行栽，这个叫三卡路比较真正病了。啊，安尼一人一仙，大家搞到这个坎站，大人知，哦，我到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大葡萄啥，过着一半所在，你看着哇，安尼流热，所以这个所在到这边，安尼阿咪说立团就挖了，所以滴这，到这个坎站，哇，这点清了啊，快了了，然到自己，真正闲了。伊买借钱了，但你买借钱，这个都当过的有，后面你家当一本债，哦，当这本债，下本债，哈，哭着安尼本债，哦，搞了一债，但你闲了，伊想我买借钱，我停淡无黑穿啊，伊本无路黑穿，伊那是搞了点啥，哦，伊来了，发到嘿，还没输呢，啊，一来，然后嘿，这个看的感觉我唔捌有安尼样，我唔捌有安尼样无要紧，看，哦，无去了，他等万一过3、4个字啊，4、5个字，8点钟佢过来，不，佢无去，4個到了，伊这个5个班加Indriya，伊要家己 balance 咩？大行5行都明白，心、正量、地位、Virya、骨力，甲这个集中，这个5行叫做 Indriya，I balance 大行好势，就冇點看 kilo 零，即呀，伊 automatically 停架了時，你唔再看行，無聽到，無看到，無味到，無聞到，無想到，即無想到，無這個5行，無6行無，你要講困啊，唔是困哦。你心情一掉咯，你看，这个就是看到 stop cessation 是立团呢。and 佛教就說我特別講，談咗時伊唔知，特別後尾談嘅時伊知講要談了，and 伊這個 concentration 真正無想了，and 後面說伊這個。samadhi 平常是干一个samadhi，他那直起来，upacara samadhi 就是什么呀？叫 samadhi 要集中直观，要搞个叫做rupa vachara， 世界天了，直要起，搞个很边啊，搞个这个看站啊，哦，被 control 了，冲上，像落山，伊就 got trouble 呢啦，stop， 看了是唔知，啊未看的是知，看过了 ，automatically 家己想来，干嘛我安怎做一下停？啊，原来是这个就是讲 experience 就知道立团。是實在的物件，唔是無實在的物件。人講是無嘢是唔是實在，你mana is real。但係你要問我你mana是啥物？我甲你講啊，你人前面人，我要講我你
听讲，这个花真正水，出世来前来，我讲这个花，伊心是蓝色、红色，啥物色？你听袂着，感觉着你才会知。所以这个我到到这边为止，安尼1点钟了，是过头了。其实我要去过3点讲无了啊，刷路那边。然后礼拜我搁直直刷路这边，这个直直去，直直亲了人去，刚刚请考试，人就进步，这个啊，所以咱正来回想，咱听这个东西，也是这了呢。有报喜有报喜。今日是第4礼拜，今日我讲的经就是八正道。会记得头一礼拜、第2、第3我是讲靠执灭，顶礼拜我讲是灭，啥物物件灭就是这名色灭。然后今日就讲道一路，安怎样行对，上摆咱会看到这个灭，这个就是叫做八正道。这条经不大本有讲，伊头一季伊成就觉悟了后，伊本是讲这个八正道的经。最后尾到迄一日，伊要离开世间的点声，最后尾到伊讲的经本是这个八正道的经。所以这八正道是头一项爱知正见，咱白话是讲爱相信着对的咯。安尼啥物事他那真正安尼他那真正这邪见是 wrong beliefs， 咱拜佛的人真正注意啊，爱对着咯。咱这个正见有5号款的正见，今日我要贴白这个5号款的正见咱看。头一项的正见就是讲相信两种众生到来出世，无论讲来做红光，还是做人，还是做啲地狱，唔是讲这个诸佛呢，8亿外的诸佛 ，galaxies、universes， 几百千million 未算，在两种8亿位的在车啦，在下面嗰了两种那是有众生的物件，嗰了是这个因果正就是讲是众生的计划。真正侪人讲无啦，我计划就好的，唔是因果好是我阿爸好咯。到你爸来存计划，就是讲你爸欠你债，拖做牛做马，放下一大堆的计划好咯。正是正就是讲因果放下好咯，这个计划。有时阿爸真正爱要好咯，这个计划，特别交到阿爸就看目睭落去因为你因果无。你正是无保持，这个因果交到你手无但就洪水本也未做，计划超会大去了。洪水本无只就做本有，这个就是讲正是阿爸存好路要好路，欠生欠死，渐渐埋配学豆，安尼来存一大顿好路，特别你因果你家己无做，所以无得烦恼。但个众生是因果，而且因果对伫到咯，保持受戒戒善。今日你看好业上名声有，名声无，了无水，拢总对伫到咯，对这个因果来呢。在因果伫到咯较济是保持就是讲物质的计划，这物质的计划若是无，人真正巧；物质的计划有，人真正快乐。特别快乐也是坎坷，本是予这个4项会在12个人生老病死，尾来砍落去，所以就到在骆驼，有累无累本是就骆驼。所以因果正是咱的计划。第2项咱要知。因果正是咱的父母来，伊存计划互咱，了若是讲啥淡我讲阿爸存的无实在，本是有看到因果，特别若是讲你家己无做好，这个计划袂调咧上高。你看有个人做好，伊来出世的，特别伊做好保持教育，
特别伊有杂淡薄无好的因果来，伊来出世投胎都无类人的报道，特别要来做大富翁。你看伊在来出世呢，伊阿爸阿妈直直笑，直直欢喜，当着贪累，当着贪累，这个就是讲 overflowing 感啊，满做恶本是上有的人真正做真正恶，特别伊这个好看伊来出世做人，伊恶行真正济，来投胎去报道呢，你看，哎呀，爸母有头路煞变无头路，生意直直好做了，就生意直直失败，这个就是要来。然后伊来要来受苦不要紧，伊去抵用着伊的爸母，唔是袂使叫抵用啊，伊去害着伊爸母，忍着大苦，这是叫做 overflowing 满个会恶。所以你人若是会知讲保湿是真正好，保湿唔通讲一刀两刀，若是保湿不管是可以顺可以嚼，甚至管事心啊，这个就是讲白日对功德八扎。你来出世大陆，其他人会报道，啊，未来出世呢，啊，对，这个囝真正才气啦！你看，摊我某有身份，摊我大摊累，原来是无做到家，这个就是讲来投胎就报道啊，恶的你看，有时阿妈讲，我囝有，阿爸讲去食药去落啦，若是未去找别人定去死去啊！所以这个人大啲报道人就卖了，这就是讲抄因果。然后 karma is the origin， 人若是去出世大陆，出世天顶，出世地界，出世做恶鬼，最出去，因果出去，无帮煞，因果就是看即位，这个就是讲，不大讲 karma is the origin， 原因是因果。啊，像这个南地你看，伊大啲世间的点声，伊家己一把村的教会。要直死了，要直无教员要直就死，点人死，教会本落予伊，所以老人的教会本正要拜教会都开未了，要直的教会过来予伊，也安怎做？日来直直报死，然后带着一个某咕噜咕分断，然后一个人去做生意的时，烦恼的某讲，你大人走，我无地，你走行，报死大日。特别要无唔好，要无这早年的无讲，我欠你人的债，自己咁人来讨债，我只是欠你人的债，赶，然后回上去赶了不要紧，摕水枪，然后你大部人去咧装破病，烧帮佢烧，然后你看，落来不到讲啊 ，karma alone is your relative， 因果是你亲像个鬼，莫难尊者。不管是去顺天顶直接看到一个红光的厝，安尼大间，安尼水，每个神女看最的厝，伊讲难得的厝，后面难得到底世间都还未死啊！我人知，我人听开，这就是讲因果听开，因果亲情来，这个亲情个个，咁样故事啲甲伊做好结缘。今日在嗰度出事做神女，听开伊吸万来，因为这边伊个要保湿直直做，或者不大有地时，直要大保湿，啊未对开啦，向边厝边边啊，然后这神女拢总边边，叶包呢，叶包，或者会点声，那个牙卡带伊去是叫啲过这间厝，过厝你看到这间厝了，啊你住的厝安尼水，这个是难得，难得是我大部人。做这两个药卡讲，这妖怪，也是咱叫做这阴间的这个阎罗王的人。这个啊，难得是故事是做人的点声是女的大部人，贪婪唔是了，贪婪是伊难得女的所在来我人带落去，大到地界门口呢，味着安怎安尼臭，你还没说伊要去。落地咧地界那边，拢种晒血、偏淡血，佢哋拢种要尖掉啲向边嘅位，所以这个就是讲，因果带伊去到落去落去就嚟讲，唔是人带伊，是因果带伊去啲向边。所以一大部人就是讲，因果是真亲正个我啲听台位，然后咱要应知，这因果就是故事咱做唔到，就要到拢咱。真正一人讲哦，不要紧 ，God 导拢咱嘅，咱係有心甲 God， 然後 God 就會寫無罪 ，God 本未寫無罪，不管是淨係我大從金傳，啲講這條經，人就聽這個
Magada isi kusi cho lang le jam sang si po si ong mai chin jang gao po si le si e bo thau chile bo khwa e ka po lang le jam nam po si tapi ka po lang jang lai lo i mai ho cha bo lang lai cham chile cho ho ja po si mi yang ko唔使cha bo lang su lo che nen lan kui ta po yang ka le sa chap sai ti cho ho le che tua bo講我做茶間嘅人，你隨機會學我參加一個要去一個rest house 或者咧學人大嘅，然後做茶間講好做一個了啊，每來按照做，但係伊家咧頭家講頭家啊，我兼一支茶真一大支嘅茶，按照做啊，伊講後尾去巴站，巴站你淡未用，就要沽了去打了嘅，你後尾去到度吹啊？講去北間看到路就有，แล้วนี่กู講到八甲邊邊咧就有啦，一個查某講有啦，但係伊買賣啦，伊講啊參公司愛啊，就拿出來看這個茶是原來是一大某，哎呀一大某寫的蘇達瑪好，今日天頂啊，這道理天有一個叫做光景燈，這個光景燈本下你看，因為這邊一直去，這馬家達他那是咱的天光。你看大啲香檳，伊這個大寶公司咧，這個跳看那天光嘅天頂香檳有一個擺大字啲咧光景燈，叫做蘇達瑪好。แล้ว第二部分參一個去張益嘅所在張益嘅所在去蓮花池，แล้ว係水，แล้ว互人想講人過路客人係張益嘅客串，嗰一個做花園。按這第四個寶會叫我當面大啲房間講，伊是我的這邊下我國標來，伊做蝦米我談，在這邊有人啊明白，家人做家人談，有個人甲我講不要緊啦，我冇去做就不要緊，但係冇有時去做了啊，伊若是再講嚇，你去按保時啊嚇，好 very good，伊若是講 very good，伊談了，但係真正係。死鬼啊！咱就只咁去暗浸煮，再去抓回香是無？哎呀，這個唔是講安尼啊，這個伊後頭伊無保持了無，伊無通功德，伊打伊做，安尼蝦米事？伊講啊，我無去暑假回香，安尼後就是講伊打做，所以這個家人做家人談。若是講伊歡喜，有個人我知，有個查某囡仔，有個逐個伊保持講啊，這尊上我嘛保持，但唔講你嘛知無，我嘛未使去知，若是知伊命安尼無談，是愈談，這是佢經濟啦，家人做家人談，所以因果真係要緊。落來咱咪知啊，你每來就話這個天光嘅第四寶。你第三個出事做人講，睇下現時本是做天光嘅寶，但係這第四個你看未睇去天頂，因為係咪說熱咩嗰啲房間啲鐘冇人知冇白擺，每來按照樣，每來伊就死了，馬家達出事做天光，這個三個做一寶 ，and of course 天光個真係濟寶啊，唔知嗰啲我聽講是會赤講500，會赤講1000嘅。tapi berlaku na, and then cile, i sayang, and you hami so cile desi, i sayang hami so cincang, cinca kopiao, so ikon ayah kita si johor be, i sit by lo, and you bo johor, dan ciceng, and then i ceng lu kuai wa bak bai, i wa i cile chui pe he, cile ru che hami yang, boleh kita si le. 山印度大山、喜馬拉雅大山會好，真正水，面真水，上古個真正水。咱天公教，天公未叫人看 ，nobody can help you except 你 karma 你因果。所以天公講，實在得，你睇下失敗了，做禽獸了，你按照做，唔通殺生，過你個界。按照個界，我是隻虎啊！我睇下是大隻隻江邊隻隻虎，甘願死腰不要緊，所以看無通食腰，噗，嗰就是出事做人了。你看 from animal 禽獸來出事做人，對啲大陸對界，天講個個愛，佢咩啲做過，做咗你正少界，做人少嘅個界。
我改了扑就是做阿苏罗的查某囝，princess， 太水，真正水，会叫我郑老姑话讲叫泡烧牛，泡烧牛了后面，伊去到底看到一个老乞只老，下这花壳，伊人毋是泡烧球，伊人下花壳，到了一个艺术家要摕来做大波人，伊举这花壳落伫按摩馆，所以看到一个老人，伊知这是天公来，天公叫做一个老乞只，伊看到那伊落去，今日一个树只打在伫天顶，因为这阿苏罗甲这天公。去在是正是道理天的红光来，这阿苏罗是讲大伫山骹，这天公这较低瓦较咧，伊人山谷较清气较水，伊人大伫山顶，你人看，你人去金马路人看，向边个查某，伊面真正白，真正嘴巴红，因为啥物事？伊人大伫山顶的位啊，伊人的oxygen，伊人的风较无相，伊人另外较水白。咱大伫山骹的人啊，水是水，特别就有时高淡薄咧，红纸呢，啥，水淡薄，伊个是 natural 咧，所以因果咱要要紧，咱对咱佛路要过，这个思考伊的行动有10项，体壳就知唔通做，因为做落去是爱考爱对咱，啲家只后呢考来了，这就是讲啊，唔通杀生。唔通偷窃，唔通邪淫，这个是三姑做的物件。嘴讲的唔通骗话，唔通西抓弄处，唔通讲起身地乱咧咩，也唔通点讲人的闲话。心的3项，唔通这点贪人的物件。第2项唔通自己讲起身地甲人。第3项爱听经。假迄角这故事，我相信唔对，直假迄角。若是这个10项，你人金迄角，这个就是讲啊，你人唔使惊。第2项，咱要知，虾米物件都要应该做，本是10项。这10项会记，头前唔通就要布施、修戒、节贤了，这个就要爱有礼貌甲这个。像你看人，逐个看到出家人一样跪咯，是礼貌甲爸母，礼貌甲咱的爸、咱的侄、咱的哥，是大人的，咱要讲话要有大有细，还有礼貌是讲得个嘿，若是无礼貌是恶。了，甲有礼貌甲爸母，咱就要教伊人的食够也，穿够也，大好事无。第一波嘅累够也无，这个就是讲啊，咱就要 service， 要教伊人，这个4项，这个4、5项才要紧。了落来，咱就要啥讲对亲像个本咱就要有礼貌，就要 service 教伊人应该欠用虾米物件。若是讲咱做会到，咱就要斗骹手。咱这个是5项了，6项咱做好，逐个爱回向。你看我逐个讲经。他们爱回向，做虾米物件爱回向，因为佛陀本身讲一句话，无一个人大众生啊，伊无亲像5鬼讲无做5鬼，因为你想起来有影无影，你看真实也是唔使讲啊，像我故事我讲，我妈也是讲个咧，故事的人唔捌听经，拢总甲咱是自私啊济，咱呢，别人唔通去插，咱顾咱家己，到若是自私落去。若是要断开点声，有这自私心、贪嗔痴入了，真正济伊人无做大恶。故是咱的讲嘛，其实伊人无恶，但是伊人顾家己呢。这顾家己就是讲啊，伊无这个无贪、无嗔、无痴，伊有这初心 attachment 啊，真正济个无做恶，爱出去做恶鬼。所以不但讲啊，伊讲我这表面听，你再无世间。袂使坎坷找到一个人讲，我无半个亲像5鬼做5鬼，所以逐个咱做好，相甲有人，毋是1时2时、10时20时的亲像5鬼，佫是 still 伫看，我有倒落亲像，我有倒落一个亲像，正伫做好。真正这人外面有做好，像你看外面啊，咱 Christian 啊是讲别个教，有人有做好，你看 Christian， 你看这 Sisters of the Poor 人教这老人经。
特别人有回响无？无回响，所以无回响，你看，把这话讲这五鬼的事，人听话。大家咧五鬼对心肝，啊，你看故事我讲，伊看来无想到我，伊人未晓，就不大讲，爱回响，回响了，这是第六、第七项。看人做好，咱要发欢喜心。真正一人，哎呀，伊做好的，伊人讲臭人，所以这个爱发欢喜心啊！沙土，你今日去报喜，听见啊！沙土，这个就是讲啥物？加咱的这个弯道心，大家人讲来咯。平常人啊，看人啲气色，啦，伊唔知做啥物，走啥物唔知啦，真好谈，大家安尼好谈，食头路就em。万一古对买厝，万一古买摩托车，唔知啥物暗路啊！所以这个是弯道，大家人有加减，所以这个咱要加。像看到人做好啊，恭喜真正好，让人大谈，啊，都 very good， 人谈比这个 M， 啊，说恭喜你真正咧，伊若是无答你 very good， 恭喜。所以这个就是讲第七项，第八、第九，爱听经，人。会记我前下句讲，不但讲无一个人跳出苦海无听经，所以爱听经了人把就听了就要改，听了安尼好听，但是无改唔对，改讲假使咱的佛经啊无迷信，真正一咱睇那些少年家拢总走去别个教，因为啥物事？哎呀，这个伊人讲无敌啊，坎坷啦。这个就做好咧，就做头绳、二绳、三绳、四绳、五绳、七绳、八绳，唔知啥物绳，确定就下土，他就要桥道，他们这个，哎呀，坎坷入 Christian 下面分无了。所以这个物件，你人若是买假，把这只少年家拢总紧了是去外道教。前下句我讲一条的，这个伫别位，咱做人是四项的，真正危险。头一个危险啥物事啊？个这不的声，这看到这个会不大家的路会跳出这三沙啦，生老病死。别个教无，别个教讲做好去天顶，做好去天顶。安尼伊人无看到天顶本是无永远，36 million年，伊人讲真正永远，不大讲36 million年。评价讲这个Brahma World 现在叫做无世界天，无世界天啊！这个36 million年啊，相隔一秒钟，批评甲一点钟的呢，相隔一寸啊2寸会跨，评甲一条线2支抽的长，所以你看，实在做36 million年啊，是批评甲这个 Brahma World 啊，是真正对。那批评甲咱真正长，后来做人讲36 million年。特别人讲批评甲咱，哎呀，人的岁数才济80岁，80岁呢会叫我定过算，无够一日10几点钟来天讲门讲才济，19点钟，哎呀19点钟啊，咱人做啥物啊？19点钟，伊人食了困了跋觉走呗，安尼啊，无做好啊，这半时做好，一礼拜一道听淡薄经，听了有入无？唔知有入无啦，一半较加流出来啦，一半开来，然后有修改无？一个日一刀呢，一个日一刀了，别个日无改了做啥物啊？就唔系讲啊，所以天天拍算时间，你想起来正拍算时间，所以来在他们讲嘅地高了啊，爱听经，叫爱讲经。我知真正一人讲，我不要讲，特别你得了团，这个就是啥讲，你未晓讲，你讲我未晓讲啦，你听一个啦，这个我的机会啊，你听。然后看有的人，若是讲人伊愿听，你有累啊，这个你听了好听，累真正好听，我爱听，那好你去好我，你爱我爱，你好人đảm啊，把这你出世聪明。你这是传经，所以听经功德真大，讲经功德大。第10项不得讲，写经，大人有写经，long believe 有，刮，听了明白刮。像白日话讲啊，无清明人听了刮，但我唔着刮迄个，行着咯，
这个就是讲牛进步无退步，然后唔甘多原在点点，上个读升就无，伊读一个小学，小学了读了2年了，先生讲，明年你去这中学了，买啦先生，我这个小学真正好啊，安尼后面说小学逐项我会晓，这里后面我去我袂晓我买啦，这个就是真正济人像安尼款啦，伊唔甘愿爱去较深。唔甘去嘅深了啊，这就是讲，伊是 stagnant， 像嗰啲水啲流慢慢，所无流所就徛，所以爱在。这个就是讲啊，这个相信因果不得讲啊，是叫叫做咱世间啊有5派的火，5派的火就是要互咱啊，唔通去啲暗的所在，去啲光的所在。这个5派的火，第一要紧的在于这个，甲一个香菇，甲一个心，香菇未在，心会在。你唔是你看，你下你手掂掂，啊，苏万我手诶，你知我甲你讲话无？伊唔知。当诶，若是心叫伊叮当，伊会叮当；若是苏万我死了，你叫讲，苏万我诶，手叮当淡薄，互我看啦。未叮当，虾米事未叮当？心无了。心有，心叫伊叮当，伊叮当；心无叫伊叮当，我困渐渐，伊困渐渐。所以心在，心觉，心过，咱的物质，咱的物质叮当个了是嗱，我睇咱啲做手是，做虾米物件叫我做，心叫我做，互人看，这个睇咱叮当是心叫我叮当，伊就坐上你看到心甲香菇，心甲香菇，这个就是讲，伊看到头一个眼啦。第二人看顶礼拜我讲，伊看到心头先来，骹手在叮当，那牙带，你牙带啊，白啦，手把你再起白，伊就是看到，听到是啊，有这鱼啊是物质来，是香菇，声是物质，这两个挖落去，噗，听到的精神，心听到，唔是我听到，这个就是伊看到 conditionalities。情形安怎要一个听到浮起来？唔是讲我听到，这个来看到安尼，真正坐我这个坐山的人，甲了过这个坎站了，这本来我想会算起来，我想40-50个过这个坎站了，这个坎站叫Lady Side都讲，700%照款的人若是死了，无落地狱，后世我唔敢讲，过第2世、第3世我唔敢讲，但是。这时一死，后世一定就要出事天顶了，因为伊看到实在的物件，就是这个名色，了这个名头生色把你才对，还是讲心头生香菇才对，这个是看到第3人啦。真正这马西塞罗本讲，安尼款的人就是叫做朱拉索多班是啥物？Junior 的一个罗汉，所以未看苦，你人若是骨力来对。会趁了稳了，死了去目睭看，囝无做功德，唔使惊，囝无穿衫裤，你唔使惊，你大天顶用未了，开未了，唔使看你拢总变，所以布施你人真就有布施，坐山你人你修戒，我看你人真正坐餐啦，逐日暗真正兴坐山修戒，坐山我再本有真坐，但是真正坐讲免啦，我分担啦。但坐落去来下去头先啊，你就佢讲，所以正了，忽一日我教人讲啊，你看到虾米物件，真正我看到你手叮当，正物质啊，看袂到的物质啊是讲虾米叮当是风质叮当，风质目睭看袂到，目睭是看到色啦，风质就是虾米啊，物件的摇。虾米事你知摇，你看目睭你伫坐山啊，你看我香菇伫摇了，我跑到起个路，看我香菇摇淡薄，这个就是看到风质。伊毋是用目睭看，伊的香菇感觉到，安尼才是对。目睭看到是看到色，但是色啊，伊有这个圆，伊有这个形，这个形啊，心扣起来想，安尼形像个白，像阿毛写字的白，像个吉他呢查某啦。查某了，你看伊行，你安尼了，你知查某，然后伊过来笑看，少年啊老，伊讲少年呢，然后水无水，伊讲水的，
这个隆重啊，是真什么啊？逐过我就讲啊，看到再看到，听到再听到，特别逐人是看到爱来想，伊无爱看，伊爱想，看了才想，看了才想都唔对，才想落去心的垃圾去了。若是看了是看到色，伊来穿的衫，无知查甫查某，这知查甫查某想入来了，查某来，然后确定个一个想追来，Jenny 来，个一个想，伊安怎会来？个一个想，直来，这个个了就是愈想愈去愈垃圾，伊爱分别suka甲无suka的心气，suka甲无suka是贪钱。了，戆唔知虾米事以来，贪钱痴气，三毒入了。若是你知讲看到，颜色，了无了，rising falling，这个就是讲对咯。第三个就是看到 conditionality， 第四个是看到虾米啊？这个鸟运，伊看到性别真正咩 ？and then 会叫我讲到一个坎站，伊会惊伊家己起来，安尼心感觉着隆重甲了世间的物件，是这个我甲你直直变了，伊毋是真是讲啊，一个人有事烦恼，无叮当，伊点安尼样，事烦恼紧直的时候，他定万了句人打电话来紧无直。变了，别个事烦恼了。你人本是相欢，万了句欢喜，万了句无欢喜，万了句激心，万了句无激心。袂使讲达过相，伊啲激心就是咧心垃圾了。咁啊，心清气，了心清气，上古本清气，你看伊笑了，伊轻松。那做你激心的时候，你话上古安尼动上啊，你唔知也袂起，激心动了，所以你看。上古甲心直变，你来看到安尼的物件，就是讲啊，你看到这个五蕴生甲灭，上甲水安尼，你人唔先看，不达讲啊，你知无这上古啊，达秒钟啊，唔是讲分钟啊，秒钟 every second， 伊目直变，咱看无到，特别今日科学真明讲有影渐变。这条经伊讲真正明，伊讲你再无用手动咧上古，压起来了。如果动第二道，你动就别个上古了。上甲江水的呢，你人看，像那边人的水人看，你去下手你去，我望着像那边人的水了，压起来，我下落去咧手，你想讲我原在动着像那边人的 river， 无影。淡仔咧水，你动伊走了，是别个水来了，相咱的上古。所以这个目睭本是相，这目睭咱来看到物件，伊红光啊调伫咧目，伊心看伫咧红光啊摕来翻译了，直直来 interpret 了。但这个目升别，不达讲啊 ，more than a billion times， 伊毋是 million， 几百。几若百万一个秒钟，不但无讲秒钟，伊讲一过息呐，所以今日你看到这个物件，伊手安尼，他顶过一个目，过一块目，伊看到安尼，过一块目看到安尼，过一块目看到安尼，所以这个像个电话伊的 film 安尼，一条红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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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了，这个物件升别，安尼咩？像个人伫教迄个 film 安尼咩？所以你看到，那事烦恼伫摇的手，真实毋是摇的，真实你人看到色呢。摇就是讲，你看实在就是虾米啊？实在是风质摇，特别你看到手呐，安尼一个，安尼一个。这些你人会知，特别无这些的人讲啊，唔知事烦恼讲虾米，我无明白。你看人坐先教甲一个坎站，伊讲我知讲我骹大这边，噗，掀起迄边了，他定噗教迄边了。特别这半路的我看无半项，伊是看到实在的物件了。做路人看安尼样，坐先，这里在说叫做地位先，人民看明明。
舊正我講一個第四那當第五嘅一個正見，第五嘅正見就是如布達講看頂禮拜我講我教家一個勘站，一看到 get mind and matters 名色 stop 名色 stop 係咪物件心ใจ係咪立團，這立團ใจ過了後。伊家己思想家己浮起來，這個家己思想就是這個亞那布達叫八隻維卡那，八隻維卡那伊家己起來，但係我界線安呢，然伊家己歡喜心了，我看了，有時一日兩日都拉薩輕鬆一個界線分別了，是談了，想這個思考所在無了。這個就是叫做八隻維卡那，這個是正一再講，地極阿蘇羅五鬼禽獸，這個物件看了，我未落去了，我來出世個嘅七道呢，這個就是講正見，伊唔是用想一看到明明我閃開了，但人的危險我無危險了，真正穩了，這個就是講五號款嘅正見 right belief。這dalam這五號關頭一項就是叫做 light of the world，light of the world 就是講佛無佇薩薩那無佇佛經無回向無，人有相信這個因果的事，但係這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會看到名色，會看到這個情形，會看到這個性別，會看到涅槃啊，這兩種是有佛的薩薩那才有，而佛的薩薩那像咱這個是5000年啦。5000年評價過一個佛過要來幾萬年個，幾萬年甲五，你人算看，一個五甲一個幾萬年，所以真正濟無薩薩那的事是真正久。所以這個是頭一個正見，第二個咱要相信這正見這八正道頭一項是叫做正見是 right belief， 第二項咱要知這個大人八正道 right thinking。愛想着着，咱當人話正冊話人叫正思，不管是咱點講，這個我的，到到有影咱要來脫離這三沙啦，這個苦海，蝦米物件咱看，這個是我的啦，特別這是我的，把照用我逐個車數話我講，如果我有做好，我有趁用這個物件，這金器嗰了是就我趁照用，因為蝦米事我正是有做好，這個就是講會看破，無話講會 let go 會放迄個，未 let go 的人啊，這個我的就是甲你當，按照你敢摕我的物件，無講互我聽你敢摕，我聖地的緊，我，所以頭一個 right thinking 寫迄個。你要用了你大浪啊，睇下你唔通你做家老，唔通做破啦大浪啦好，這都對，這個 let go 放，唔通講未歸格，幾粒未歸格未使。未曉 let go， 人愛去考，你看聽下，較去你看在兩禮拜人車看，未曉 let go，這要斷開點聲，唔敢離開。哎呦我的囝，哎呦我的某，哎呦我的家伙，哎呦，落去一地了。這個會 let go 放迄個有時會去到說人話，這個Christian Saint Luke 所會講 ，It is easy for a beggar, for a poor man to pass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for a rich man to pass through the gates of heaven。以前我講聽這耶穌教伊本一條講，你知無？好嘅人要入天頂真正艱苦，無類人要入咧目睭咧尖咧目睭較硬。因為蝦米事無類人伊來要死啦，無類無要緊啦，死較好，伊若是安尼想啊，伊是 let go， 伊無病緊，蝦米事無病緊，伊無半項通病，好嘅人愈一項愈病愈唔甘願愈慘，所以這個就叫做 right thinking。第二個款嘅 right thinking， 愛自卑，吉善人，逐人佇我頭先。咱有自卑是看人頭先，你好無，你破病，你袂腰無，你袂幹咪無，這個就是顧外人顧那邊，這是顧外人就顧到家己，愛自卑，你安尼心自卑，定睛愛自卑，來出愛
吹本爱主笔，卡手做本爱主笔。第三项，这个证书唔通几粒爱报销，几粒，你办我要办你，这个办你讲，这物件爱拖咱落地嘅，所以这个物件咱知唔好物件办你讲，好物件捡起来收，这个第100项无用，4、5项好好嘅摕起来收，来办你讲噶了。这就第2项就相信啊，这 right thinking 证书。第3项证据就是 right speech。嘴甲规讲实的话，唔通吱吱甲暗尖尖，听这边学那边，听那边学这边，教的人看人教咯。哎呀，唔通可开的话，用经来可开伊，唔通安尼样，这个物件，你袂使做伊安尼。阿妈伊是讲伊，他那伊较鲁莽，讲话较唔对，你原谅伊。你做囡仔的事，你本是唔知半项，你乱讲，伊无受气，他那伊乱讲，伊是阿无话讲second childish了，虾米事你来去受气，唔通，这是可开的话，这就是教的话。那第3项，我讲心爱主笔，嘴爱主笔，心主笔，嘴无主笔无路用，心主笔特别，那是正心主笔真正用，你看哇，妈妈喂，妈妈你。你买虾米啊，妈妈？我想要买一个 present 给你，我听我妈在你生日了，真在啦，虾米不要紧啦。妈妈，你叫我买这个物件无几钿，我有钿啊，妈妈，我有100块要开给你，就你想虾米？哦，这个是主笔吹，妈妈无爱不咯？啊对，阿妹想了，把伊会滴，啊对，达啦，这个囝你看今日，伊知我的生日，我也无讲半项，但来个100块变。我想甲伊讲，你买互我一半的，不什么就好啦。他来讲不什么就买啦，妈妈，我买100块物件，你买虾米物件好好，我要给你，我要答你钱。无听到伊甲你面前，伊唔敢讲，特别房间我看伊目睭会滴出来。这个就是讲啦 ，sweet words of metta。要爱讲话，这个是证据，爱讲话有时间，对，那是好的话。着点声，实甜的话，有意思的话，然后伊的心真正内心的话，那是这个话有这个5项5个叫做人品，这个话就是真正讲叫做证据了啊 ，timely， you must be timely， 着点声，实在，gentle， 优秀，礼貌。purposeful 有意思，了有 kind-hearted 心真正小，真正lum无真正小的话才会使。了第4项正行 right action 啊，几粒要拍，几粒要，咱做爸母几粒囝唔着拍头先，拍了有的爸母个歹身地，拍了不要紧，用脚踢，手拍脚踢，嘴个骂。囡仔一年大，他那故事古早会使做安尼，他那人无像，他那囡仔细汉真正熟了，所以这个物件，把这老你要叫伊有效啊，袂有效，伊惊上个老惊老好，所以要安怎叫伊讲啊？我要笑我的爸母，伊听见了强笑，伊垃圾无爽的笑，但是正你会晓讲啊，你会自卑顾你囝。加死伊，这个样伊笑是真发的心，伊惊后本是对心发起来，迄个就是讲教。第2项，这样是头1项，你就卖杀生就是讲啊，你有自卑，你被杀了。Respect other people's property， 人的家伙，人偷摕到咱的物件，咱激心，所以咱袂使互人激心，咱唔通偷摕人的物件，所以这个叫做正行。第2项呢，唔通偷摕这物件。第3项，咱爱咱的家庭和合。That means 翁家亲，囝甲妈本亲，妈甲囝本亲，某甲大埔人亲，讲话真正亲。大领地，咱爱安尼款，咱袂使去人的家，叫咱唔通去邪因去冲敌人的某囝了。所以安尼把你执着了，有得讲，这是叫做正行。
แล้วโลไหลเตกอยจริงยำlearn earn a living ท่านจะไปเจาะรอเก้าลั่นน่ะสิจำยิดแม้จำไปเสียงบอกเด็กสิไปเที่ยวจุกเขาให้ลั่นจิกุยหังไม่โจบุดากองแต่พี่ว่าโบเกี่ยวหลังกองเบไซโจข้ามไม่โจแต่พี่อวยหลังกองอ้ยว่าโบโจตัวเบไซอ่ะไอ้หนุ่ยจะเลยอิงโก้ไหลจะเลยจะทำยังว่าเบไซเบจะเลยบูเกียมว่าเบไซเบจะว่ามีเกียงว่ามีเกียง像ว่าชีเกอะสีตัวแล้วเบ来เบ好人睇ว่าเบไซเบบะว่าเบไซเบจิ้วว่าเบไซเบตอกเอว这个มีเกียงว่าใจจริงจะเจรังก็ว่าจมูเบจะมีเกียงท่านรู้จักว่าเรื่องบูดาโบก็กินเมกะกะแล้วโบย่าดวเจลุเอโจดวเจลุโจอีโบก็กะแล้วรู้จักยาลุเอตาดวเจลุตาเก้าเจลุขัดบันจิลุเทียวหูเก่งแล้วลุขี่ขัดชิมแล้วลุยแก่ห้อยขัดอูแล้วขัดใจแล้วหูเล่นเดียวลุปังเอกะทางเห็นสีว่าไปฉีโบแก้ว่าไปฉีเราแปรเราโบว่าน่ะสิโบโจแล้ว想起来人讲ว่าจิเบบาหลังลุ叫我唔通เบบาว่าจะโจลุเบบ่มาใส่มาสิใส่เราพุ่งก็ลุโทรให้唔通ก็ไม่ใส่กี่โทรให้คิดจัดเซ็งเบเจ้าโทรให้แต่บีเท่าที่ไกลลุเบโกเตจีไกลลุกอ第三界路過，第四界路過，第五界路過，有路過嘅後背部，有路有主比起下，哎，天頂，特別天頂，人哋殺生節點呀，冇要緊，人哋啲做好，白日叫佢講，一個好鬥卡手啊，出事掉落掉點聲，有個人後面數伊來出事，來追罵伊背部嘅教會，伊個背部教會伊是啊態度，所以他。แล้วถ่ายตู้รู้ไปเกี่ยวก็รู้ถ่ายตู้หลังรู้เบสไซเลยแข่งเก่งเบสไซเลยตัวบูดาโบกาเนี่ยวันใจบูดาจำเสียพาลาไอ้จินเนี่ยเจเลยแข่งเก่งบูดาเจ้าโจนาซีปังให้กับปังให้กับอีโบก็ทำให้ปังให้กับปังหลังปอโต้ซีเบสไซ所以这个是叫做正业，攞來地人就是正情境，正情境，咱不管是這個過，咱的心。ออกนาสิขี้ลันไปสักให้กับอันโบขี้ลันไปก่อมทางไอ้ขี้แล้วนาสิโห่อันนี้ลันไปเสียวจะปังไว้เส้นเตะขับโบแล้วเมนเต้นกูรับขี้เส้นเตะสักให้โลไม่จะเลยสิยองรอสักให้โลแล้ว即過嚟十下落股咯，即個炒股級無升地，無升地maintain就是講過唔通喺個起，低溫就是咩？升地對得到咯，升地就是講對貪，所以刮嚟貪對升地無，對升地就無了。如果會好過有主筆那有啲心升地未起，主筆那是無升地愛鋪起來，然後第七個是正念。正念 mindfulness ท่านจริงจังเจว่าไม่ก้องเสียวเจจริงจังเจลูกควายตาลังที่ท่านที่กาที่เป็นแรงสิจริงจังโหเท่าที่เลยบอกเด็กเสียมีไปเจเสียนไปเขาเลยซิมเตียมตาลังก็ว่าไปเจเสียนลูกว่าจะเจลูกขี้จับเสียวไหลตัวเท่าจิเจลูกเนี่ยจับเสียวที่ไหล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มีอย่างนั้นบูดากองตาลังเนี่ยไม่เนี่ยเลยสว่างบัวเนี่ยสว่างกูเนี่ยลูกคิดทว่าตุ้ยไหลแล้วลูกไปเจอก็ไหลเปลี่ยนชันเอาว่าเบเขาตุ้ยไหลอย่าจิเลสว่าปักเดียวช่วยพิงข้างปักเดียวที่เที่ยว就是講可以一個地北可以借錢แล้วลูกควายที่เจเสียนี่กุ้นยองพุ่งพังแล้ว查不穩查不穩也走所以真正เจ人เจเสียนี่是真坎坷咯我想อยากตูเท้ามัวเลยขันข้อเจเสียนจริงยังขันข้อสีเลยกูเดี๋ยวปักแล้วกุนหยองอินาสีเข้าลัดเลยช้าบัวอุ่นกุยกี่ช้าบุญทวาเจ้ากี่โซ่เลยเจเสียนปังให้กักแล้วบัวแล้วโซ่เท้าจีหังสิไปเต็มได้ไหมกาสีเลยไหมกาสีก็บีเจ้าแล้วกวาย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จุดสิก้องเก่าแล้วอันนั้นเตรียมแล้วรู้ว่ารู้เจเสียนติดจิ้มปอแล้วเจ้ารู้ช่วยสินเซ่เป็นไม่像正事有做好，保事有修改，今日你要做好，貴人來，這貴人是倒落來對因果來，因果是啥物？
正是往波斯受戒 ，and then 波斯受戒，今日我要做好，伊刀卡手你倒落去这因果，你行的路你找到神仙，有个人要做好，不去找到唔到神仙，介意真正济事我莫讲说，我知一个。本来有一个老官叫做我莫讲个名，伊是这个叫做专科的老官，伊是叫做 psychiatrist 来，伊是脑病的老官。伊讲这帮有一个真正济人济善，加一个我莫讲个一个叫人来教的，一个人摕400块，两3年前伊人来了， and then 看来讲几哪个就款的人来找我。拢总有淡薄神经，这就是讲伊人摕着你400块，伊人对了，伊人去印度了，这个物件危险无只会扑起来，过了3年、4年、5年，煞无识了，神仙无治了，所以这物件有淡薄危险。这边我人教无类的，真正济人甲了伫教无类，但是人讲无类的了无好了，有类的了才好了，这个就是叫做妄想愚痴要对对，这个八正道对对，爱关掉 concentration， 那是你这什么大仙，你买的点，像你山牛北甲你得过了，点了，未走了，你会偷你得过带起来，你会来去累残。这个就是讲你买点了，你用你买来做工了，所以这个就是讲为什么大仙伊人会入定了，伊人那是真伊心真正清净，了那是死了，伊人是去伫 Brahma world 世界天还是无世界天？特别本来看那啲教是Vipassana仙，因为他们Vipassana仙较。世间看那暂时，看那这 restless world 这乱的住户Vipassana 仙较应该较对，因为Samatha仙要谈家真正济人济了讲，我会谈家无影，真正Samatha要谈家伊是特别去伫巴，无听到、无看到、无味到，secluded， 巴鲁伊才入这入定，伊入的家所以Vipassana仙来坐着，你会看到这16个人特别无达人会看到正16，伊人会看到7、8项，有的人4、5项。顶礼拜你听看，真正名就是讲看到名色；第2个名，伊看到情形，这个情形心来了，手震动，了惊真正名，了搁一个桑卡罗比较。有时听有个人讲，哎呀，我古时坐仙的坐到1点钟，安怎看到我坐3个人都听来？我退步，这不是退步。古时伊坐仙1点钟过了伊才听，迄个听是大听了，把你才知；小听时唔知。买来伊mind就清起了小小的听，伊看作大听；大听伊看作袂大汉的听。伊就是讲伊mind。伊心真正来，真正明了。这个就是讲进步，伊人讲退步。所以，若是你坐着，你会看到这个物件。若是对这个八正道，对甲真实，早甲晚，你慢慢家己浮起来。这个是叫做 natural unfolding，natural unfolding， 自然你家己浮起来。上家你系家母面粉，家母着水着悄了你电灶你下伊 temperature 拄好，你下落去点声讲半点钟你去开了，阮听到这个咪咕一粒水出来这个就是你对这个八正道，你唔使怕插讲我要看，你对这八正道，直接。伊要来的是无交替伊来的，无交替来的都坐站，安怎我说无相，直来了，然噗，立团浮起来，这立团浮起来，佛教的时不大讲看赢过全世界做王，阮无像你安尼，真正快乐咯，真正来达了，这里讲三沙啦，对了，
对了，7道呢，他那无贪，唔知几百千米年到要来受苦，几百千米唔是年啊，几百千米年到要来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所以落来我要讲，苦海，苦海，大家听人讲，苦海有4号款的苦海，一号款的苦海就是啥物？这个看，你看这12年啊，正你人也是看好啊。3个小的链裤，这个是大的链裤，像个咱卡车，这顶卡车你看好有3个链，但你有3个链的卡链裤，是安怎你四川讲话？头一个后面一个，你链的胶咧，不是链裤啊，嘛是圆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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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链裤，这个3个链裤就是啥物啊？三沙拉有4号。1号款的三沙拉有一个3个链裤，头一个链裤是啥物啊？4米63，吉勒萨斯，咱讲恶。了4个三沙拉是啥物？苦的三沙拉，大苦的三沙拉是叫做阿拜亚三沙拉。第一个禽兽5鬼阿苏罗斯是大苦，把这湾来讲31年的天顶的老人听啊，真正大苦。咱要查看。头一个链裤，拖的人落去出事伫走路是基勒沙4米63，虾米款的4米基勒沙？是一个五件我，所以你人若是买去地狱买做禽兽，一个我头先挂喺度，所以虾米物件唔通背紧我的，你唔通摕我的物件，放喺角一个我，你放这，你真快。脱离这个苦的所在，就头一个链裤，小的链裤就是这个5件甲无善佛法经，这路行的呢，你人来听我头一这个对我贴白讲。